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三在瑞士苏黎世会晤了中国共产党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琼。白宫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沙利文提出了美国和中国有兴趣合作应对重大跨国挑战的领域，以及如何管控我们的关系中的风险。白宫表示，沙利文提出了一些美方对中国的行动感到关切的好几个领域，包括与人权、维吾尔、香港、南中海和台湾有关的行动。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的1年中，微软侦测到由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事件中，大部分都来自俄罗斯，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美国的政府机构和智库。报告说，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的全部攻击案例中的占比高达 58%， 排在俄罗斯之后的是朝鲜，占比 23%， 和中国占比 8%。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中国大陆现在就有能力犯台，而到2025年将具备全面犯台能力。台湾立法院周三审议涉及新台币2400亿元的海空战力提升特别条例草案。英国法院10月6日裁定，在阿联酋杜拜邦酋长阿拉马克图姆明示或暗示的授权下，他的代理人使用一系列间谍软件飞马入侵他前妻以及5名与他亲密关系人士的电话。10月6日，欧盟27国领导人发表声明称，欧盟支持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波黑和黑山加入欧盟，但各方未能就入盟设定具体时间表。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兹表示，如果欧盟不给西巴尔干地区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俄罗斯和中国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地位。库尔兹称，作为欧盟，如果我们不给该地区提供广阔前景，那么需要明白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其他超级大国将在那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阿富汗护照办公室代负责人哈卡尼在喀布尔告诉媒体，阿富汗临时政府近日决定恢复发放护照和身份证。据了解，塔利班8月15日接管阿富汗政权以来，护照和身份证的发放工作一直处于停歇状态。比利时政府接受了设想实施每周4天工作模式的法案的投票。